啉酒开车弄死人，嘛来弄破真济美满的家庭。根据着国检署的调查，台湾18岁以上啉酒的族群高达843万人，其中有100万人啉甲真无站节，甚至已经有酒瘾了。其实，这个酒精成瘾已经是一种的病。透过咱的镜头，第一届来公开着台湾戒酒无名会运作。有真侪成员，就算已经戒酒10多年了，也是持续每一个礼拜拢来参加会议。因为甲这个酒瘾的对抗，是因一世人拢袂当放松的课题。酒驾造成这么多家庭破碎。干杯，干杯！啉酒醉甲唔知我是谁，酒醉后果失去自我，失去工作，失去家庭。加入台湾戒酒无名会，每一个人身上拢有惨痛的故事。时间到啊，一个座位陆续坐满，这所有人只有一个名。来自美国国际性合作戒酒组织简称 AA， 在台湾分会同款遵照戒酒12个过程，上大考验是爱在不熟悉的人的面前承认家己，因为酒精和人生失控。跟精神病患住在一起，这样进出大概4次都没有成功。我承认我现在也有，就是每天晚上我都还是有喝。家人知道你的状况吗？不知道，我就是每一天我都活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，我就是一直在想谎言、谎言、谎言，圆谎、圆谎。那我为什么活到这么不像人？我自己在践踏我自己。这酸甜苦，悲欢离合的酒瓶人生，到底倒一天才会当摆脱？就算即马摆脱了，嘛无人敢保证，这世人拢袂搁再去吸一滴酒。我们的意志力都是很好的，但是对于酒精，我们是生病的。让我们对酒精的过敏，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在生理上会一直渴求酒精来满足我们自己。那这过敏很可惜的是，它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根治。酒瓶严重性其实是一种疾病，但是在台湾无酒害防治法，因为去看医生，健保嘛无给付。医师讲，国内对这酒瓶严重性，只有术后补救，拢无预防的观念。事实上，在矫正署的统计数字里面，基本上有70%是重复在入监的。酒害所产生的不能安全驾驶，我们所看到的外显在社会现象这一块，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。我的家庭真可。今年57岁，队伍加唔高效，了有收入稳定的工作，后生三囝幸福的家庭，一段人生的胜利组，却是正经因为爱啉酒，差一点啊毁掉家己一生。我骑在那个麦帅公路上，当我眼睛看到有一棵大树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已经来不及，我人飞出去，我右脸着地，当场昏迷不醒，瞄到自己啊，这很可怕。那个时候我还对自我誓言，对我自己说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喝酒总会碰到啊。那以后要不要喝？照喝。很失望，很无助，我不晓得怎么样去挽回我们之间的那个情感。对16岁开始啉，人生上精华阶段拢点缀伫酒精，好甲在最后，因为找到坚定的信仰，甲对厝内人的爱，会改掉，重新行回正确的人生道路。已经努力克服，嘛得到幸福的人生，但是一直到即马，国内啉酒的人口又远偏悬。根据国检署106年的调查，18岁以上的族群，大约843万啉酒的人口，其中估计有100万人拢是严重的状况。酒瘾的人到40岁，如果没有把酒停掉，绝大部分的病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第一点就是他自己愿意来，他愿意走出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机会。美国在1970年代就成立国家专职机构，每当投入150到250亿台票经费，防治酒害。到目前，台湾每当1500万的预算比起来咧，差距是1600多倍以上。但是对着酒瓶患者，若是会当生活的机会，鼓励因勇敢将家己的困境讲出嘴，对身心方面同时协助，无定这款的悲剧，就会当减少一点。